喺度香港公司專業服務聯會嘅代表，各位合作伙伴、朋友們，大家晚上好。我係香港建平慈善功德會總幹事芝芝。咁咧頭先大家都睇咗我哋建平嘅一段片啦。咁其實咧係不足以可以表達我哋平時喺社區度做嘅一啲活動同埋善事啦。咁而家咧，我首先要簡單地咁樣介紹下我哋平時嘅一啲活動先。咁首先多謝大家先。我謹代表香港建平慈善功德會，衷心感謝香港公司專業服務聯會嘅盛情邀請，等我哋有機會參與今晚呢一場充滿歡樂同埋溫馨嘅國慶中秋月聯歡晚會暨會員風采巡禮啟動禮。喺呢個相接嘅同慶美好嘅時刻，以咁多位相聚一堂，共同慶祝國慶佳節同埋中秋嘅團圓，我感到無比榮幸同埋喜悅。香港建平慈善功德會咧係一個以中華文化精神為內核，以仁愛為本，推動自強不息精神嘅慈善組織。自2024年1月成立之後咧，秉承以心感動心嘅服務精神，本會獲得社會眾多嘅人士認同。目前咧，我哋嘅會員已經超過1700位以上嘅。會員義工人數咧已經超咗係90位嘅核心義工團隊，已經成為我哋港島區具有影響力嘅慈善組織。本會一直致力於推動社區嘅關懷、教育支援、長者服務同埋多元慈善工作。我哋深信，慈善不僅是物質嘅援助，更加是心靈嘅陪伴同埋社會溫度嘅傳遞。喺呢個意義非凡嘅夜晚，我哋咧都期待以香港公司專業服務聯會同埋其他合作伙伴攜手，進一步拓展公益網絡，將愛同埋希望傳遞到社會嘅每一個角落。最後，我要再次感謝主辦單位嘅精心籌辦，等今晚嘅活動咧充滿咗溫馨同埋意義，亦祝願我哋嘅祖國繁榮昌盛，香港社會和諧穩定，香港公司專業服務聯會嘅會務蒸蒸日上，亦祝願在座嘅咁多位節日快樂，家庭幸福，事業更上一層。喺度我都呼籲一下，歡迎大家咧都可以捐款支持啦，同埋活動合作，同埋物資嘅捐贈嘅。咁我哋轉數快咧，喺我哋呢本小寶嘅小本仔背後呢度咧，都有我哋嘅會嘅一個捐款嘅方式啦，同埋轉數快號碼嘅。咁如果方便嘅都可以加我微信啦，咁都可以咧。到時有啲咩社區嘅活動啦，或者係慈善工作上面合作嘅咧，都可以揾我嘅。咁我係坐喺呢度。好多謝大家。